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的国务次卿克拉克坐专机，昨下晡5点半来到咱台湾。这时阵，伊主要是要来参加咱前总统李登辉的对书会。若引起外界注意，双边的经济对话并无安排伫行程内底。咱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证实讲，因为经济对话牵连的层面较宽，双方也咧参详。17下晡5点20分，美国专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国务次卿克拉克行出机舱门，以拱手代替握手向接机的 AIT 处长李英杰、外交部处长曾秀珍等人致意。这是为1979年以来美国访问台湾上关战绩官员。因为美国国务院亚太组卿10大会进前宣布要甲台湾进行经济对话，外界高度期待。由克拉克访问台湾时主持，不过好亲像无排伫行程中。外交部长吴钊燮指出，因为牵涉层面较大，因为涉及的层面是相当的广泛，那我们台美双方还在就各层面都还在讨论当中。台美关系大进展，主管美国经济成长、能源甲环境的次卿克拉克访问台湾，目标定调是代表美方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对峙活动。无第二台美经济对话行程也被解读因为台湾高调宣布才取消。总统府是否认，各讲到希望利用美方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交换意见，协助后续各界对话顺利展开。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有相关安排，拢会互大家知影。我们也看到，除了阿照卫生部长来，现在国务次卿也要来啊，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而且也都会就相关关切的议题，大家交换意见，相关的安排啊，都会届时让大家知道。克拉克按算留伫台湾3天，18要甲总统蔡英文晚宴，19早起出席前总统李登辉告别礼拜。不过克拉克访问台湾已经互中国真生气。美方执意安排克拉奇副国务卿访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另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也加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李光章到庭食饭。这是台湾驻纽约上高级的官员礼拜甲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食饭，也向李光章保证会协助台湾参加联合国事务，也希望未来应甲蔡英文总统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的对书礼拜明仔载要举行。日本的前首相沈喜郎今仔日嘛坐专机来台湾。今日下晡，日本的访问团会先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因为沈喜郎前几日才跋倒受伤，不过这摆伊也是专工来台湾，真甘心。沈喜郎前首相与李前总统有多年的交情，也是台湾长期的坚定友人。这一次再度率团来到台湾来追悼李前总统，再一次的彰显日本对于我国坚定的支持，也同时印证了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坚实友谊与紧密的连结。日本前首相沈喜郎因为固定爱去西游记，前几日伫日本厝内嘛无细日跋倒，手骨受伤，不过也是专工来台湾。顶个月初9，前总统李登辉拿过身的时，伊已经专工来一转，明仔载是告别礼拜。食到83岁的沈喜郎嘛是带团过来一摆，显示伊甲前总统李登辉真有交情，遮尔有情有义，咱外交部嘛表示欢迎甲感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日本的访问团拢会遵照防疫规定，参加对书礼拜的时，嘛会去专门设的休困室，甲路线分开，做好分流。天气的消息，咱来关心。今仔日下早各地同款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恒春半岛、东南部有局部地渐阵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因为锋面瓦近，下晡的天气就会转变，变甲较无稳定。过昼了后，西北风的范围会扩大，除了山区，瓦近山区的平地嘛会落西北风。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地区水汽有增加，有局部地渐阵雨。伫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3度到35度，无落雨的时会较翕热。伫彰化、南投、花东有机会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嘛要提醒乡亲，拜六礼拜方面通过天气会变化较大，尤其伫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宜兰风嘛变较粗，一定爱洗热。
来关心美国西部的火烧山影响侪个国家，根据欧盟的监测，发现讲这火烧山的烟叶嘛已经飞到欧洲的北部，致使欧洲北部即卖的空气已经比上海甲北京也搁较歹。美国西部野火继续伫咧滚甲，互消防人员真无用。几啊个月野火已经甲要500万英亩的林地烧掉，造成大量的烟雾甲烟雾。真侪民众的健康开始出现危机，嘛互医疗机关相关急诊的患者是增加要10%。In wildfire smoke, there's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articles and gases that are there. One particular bad actor are the really tiny small particles that are less than 2.5 microns in size. They are well adept to getting into the deeper parts of the lung and cause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ammation. 根据欧盟各百年大气监控机构的卫测数据显示，伫咧加州、奥勒冈州滚甲野火火势激烈的程度，比英国是悬几啊10倍至几啊100倍，是历史上上悬。这嘛互相关主要城市面对空气品质恶化的危机。根据新加坡时报的报道，当地浓烟烟害互人踮伫咧雨外一天，就若像是食枸杞粉，空气污染的程度比中国北京啊个上海搁较严重。若是这寡烟搁对风探到8000公里外的欧洲北部。I think it's really bad.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outside, but at the same time, what else? I mean, we've been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ready for months. 同款因为气候暖化，继续为野火抵烧的巴西、潘特纳湿地，火势嘛已经滚加要2个月，互当地生态环境出现危机。专家估计，上无有16%的土地甲生态体系已经互大火烧掉，真侪动物因为安尼来死去受伤。啊，阁有二少动物救援人员因为风烧甲真严重，转来死去。啊，若是湿地大火所造成的浓烟，嘛飞去1000多公里的巴西南部，造成上南边的南大河州开始落乌色的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香港的法院昨昏做出头一件裁定，以暴动的罪名判一个26岁姓严的被告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伊去参加去年6月份包围警总的示威。来关心《联合报》，海事署长陈国温昨昏以个人家庭因素申请提早退休。因为这是伊第2摆请辞，态度真坚定，引起外界拢在骂。也毋过行政院发言人是表示讲，并无看到公文，所以无法度证实。来看《中国时报》，新北市金山区公所网络的小编陈家辉8月份的时伫厝内雄雄过身，伊食到29岁，引起过劳的争议。新北市组专案小组认定伊确实是因为膝头伤济，因公死亡，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手术。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昨昏咱国内又搁加3例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这3个一个是缅甸，一个是英国，一个是菲律宾。另外，嘛有6个菲律宾的移工对咱台湾登去因的国家了后，互验出病毒。指挥中心即马正在调查。国内个新增加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拢是台湾人。501例是40多岁女性，今年2月到缅甸工作，9月13入境时无症状，毋过讲伫当地北甲确诊个案共到食饭超过2点钟，由机场人员采检了后确诊。第502例是20多岁女性，去年2月到英国工作，9月7日入境时无症状，居家检疫期间出现然后疼、落瀉，采检了后确诊。503例是30多岁男性，今年3月到菲律宾工作，9月7日出现塌鼻、流鼻水、鼻无这症状，家己食药啊，无伫当地看医生。9月13甲进前确诊的500例，坐同一班班机倒来台湾，由机场人员采检了后才确诊。同班机前后2排没有其他的乘客哦。那另外就说，还有9名的同班机机组员先前也被列为这个接触者，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做自主健康管理了。另外，进前公布为台湾等于菲律宾的6名菲律宾籍移工，伫菲律宾机场采检时阳性确诊。指挥中心经过疫调了后，扩大找找伫台湾接触者有162人，其中2人是共济工厂的移工。匡列的接触者162位，那另外因采检的人数的部分。从原来因采检79人，现在增加为124人哦，还是维持23位的核酸检测跟血清检体都阴性。
7月底以来实施的菲律宾入境普台政策，是毋是要继续进行？甲今年6月到即马有19例台湾境外输出确诊个案，还有14例还未结案。庄仁祥表示，专家会议已经开啊，要决议。不过，议员爱保指挥官陈时中指示了后，各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大代志来关心立法院新的会期对今仔日开始，不过苏震清、廖国栋、陈超明甲赵正宇这4个立委，因为牵涉到乌西案，目前也防收押禁见。因为法律有规定讲，司法机关若准要伫会期当中收押立委，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所以未来若是要继续延押，就要立法院同意才会使。立法院18就要开议，不过苏震清、廖国栋、陈超明、赵正宇等等4个现任立委，拢因为牵涉所告诈钱案，伫8月份后收押禁见到达，是国会全面改选以来头一届看。立法院长游锡堃17表示，希望会当查清楚，因为毋是发生伫咧会期期间会当合法扣押2个月，不过若是司法机关决定伫会期当中延长扣押时间，照宪法征收条文规定，必须要函文呈询立法院同意。若是议会无同意，可能会造成立法权甲司法权的争议。立法跟司法分立而制衡，那我们希望司法院能够尊重宪政，就说他们的所有的处理，希望都能够合乎宪法的规定。目前裁准羁押的部分呢，不是在会期中裁准羁押的，那法官呢会依照法的确信跟宪法意识，适当的、妥善的适用宪法规定。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表示，若是帮伊敲定继续扣押，会交予调查协商来决定处理方式。4个立委佮加上因为查过案日间的立委保困期无向褫夺公款，也是立委身份，每个月19.500块的薪水照领，助理的薪水嘛照分，有牵涉执行业务的费用才停本。立委的呼吁讲，应该爱修法。在立法委员行为法当中，去针对不管是在羁押期间，或者是判决确定之后。如何在他的权益上面做处理，这个一定是要修法的。所以我想也可以建议这个院长尤院长，是不是对这个法规的检视呢？国会有一个这个讨论的过程。立法院18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同工的带领相关部会首长，针对开放美美国的议题进行专案报告，而且比质询。那日17日会召开党团大会来比战。国民党党团嘛已经宣告，爱苏贞昌身体立场改变来回撤的，预计出现你一句我一句的状况。游锡堃表示，尊重各政党有家己的主张甲政策，希望委员拢会当理性问责，互立法院的议事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央银行昨昏召开第3季的理监事会，决定咱国内利率会继续维持，无要做调整。那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 GDP 会调高到 1.6%。另外，针对新台票最近愈来愈大圆，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表示讲，短期来看，新台票有升，也毋过无强，所以算是稳定。新台币最近真强，17盘中上悬有19.133块，不过伫央行进场调节之下，收伫19.31块。不过汇率已经升破19.5块的杨金龙红线，行向19块的大关。杨金龙伫17日央行第3季理监事会议强调，台票汇率稳定。从礼拜一开始呢，美元是弱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主要的货币呢，对美元呢都是升值的。那新台币呢，当然也会升值啊。要相对之下哈，我们的升幅呢还是居中的哦。那特别是我们的汇率呢是很稳定的。央行也宣布利率连2档维持伫1.125%无变，是毋是甲美国同款会继续维持低利率？杨金龙表示，台湾对疫情控制真好，甲美国经济环境无同。我们经济成长率也是少数里面就是说维持正成长的，所以呢，台湾是不是一定要跟随美国？如果说全球是宽松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台湾也是会宽松的。国内社会信心回稳，央行认为下半年经济成长动能回升，调悬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为第2季预估的 1.51%， 调整为 1.6%， 比主计总处预估的 1.56% 较悬，也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是 3.28%。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000万例，死亡人数有9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例，目前咱台湾是503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9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77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86万例，印度超过511万例，伫巴西超过441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62万例，英国超过38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5万例。根据路透社的统计，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定病例伫昨昏超过3000万例，疫情无断点的趋势，同款是真吃力。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警告讲，欧洲即阵咧传的速度真紧。若美国开学才2礼拜，囡仔去防疫着的感染率是增加1.5%，嘛真使人烦恼。英国政府宣布，英格兰东北部伫17要实施新的防疫封锁令，酒吧、酒馆暗时10点到隔两天透早5点不准营业。民众除了出来人，禁止甲其他人规定做伙。英国昨日一天新增加确诊3991例。卫生大臣汉考克讲，这礼拜目前使用呼吸器的患者是7月以来第一遍超过100人。世卫组织欧洲53个地区顶礼拜同步确诊超过30万例，超过一半的国家伫过去2礼拜增加比率超过10%，有7个国家新增加超过2倍较低。世卫警告欧洲的传播率真惊人，隔离期唔通缩短。Although these numbers reflect more comprehensive testing, it also shows alarming rates of transmission across the region. The 14 days quarantine period i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of the infectious period, which, despite some remaining uncertainty, covers 3 to 5 days before and 5 days after the symptoms.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加儿童病协会一份上新的报告，全美国有55万的囡仔感染。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有1190间大学确诊有超过88000例。8月27到9月初10之间，通报73000例儿童确诊，2礼拜内增加15%。学校怎么开始开学，所以学校机关的感染率会继续增加。根据路透社统计，全世界新冠病毒确诊超过3000万例。疫情无缓和现象，全世界病例自2500万增加到超过3000万，时间是18天。进前自2000万增加到2500万是20天，自1500万增加到2000万是19天。拉丁美洲目前确诊845万例，其中巴西就超过440万。东非国家乌干达昨日219位犯人集体逃走。伫逃走之前，各地区加备武器库，提走15支 AK-47步枪甲枪支。军方大规模伫咧搜捕，这是乌干达第3遍发生加间犯人逃走的事件。犯人担心家内面人伤多伤快，会增加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的疾管中心是表示讲，预防车要等到明年中才发到互民众来注射。不过，川普是当现砍，伊表示讲，年底就当生产1亿剂的预防车。即马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是批评川普，无才调，搁爱讲白菜。美国总统川普16宣布，年底进前就会当发1亿剂的新冠病毒疫苗。不过，这个言论是甲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主任瑞斐德进前讲的相走抓。针对这点，川普讲是瑞斐德语了唔对去。No, I think he made a mistake when he said that. It's just incorrect information. No, we're ready to go immediately as the vaccine is announced, and it could be announced in October, could be announced a little bit after October. 瑞斐德昨日参加美国联邦参议院小组作证，对疫苗表达伊的看法。伊认为讲疫苗可能伫11月至12月出现，不过数量是真有限，就要等到明年年中才会较普遍。If you're asking me when is it going to be generally available to the American public, so we can begin to take advantage of vaccine to get back to our regular life, I think we're probably looking at late second quarter, third quarter, 2021. 瑞斐德讲，若要防疫，挂嘴暗可能比疫苗较有效，因为住的人爱出现免疫反应，疫苗才会有效果。因若这个看法是甲川普互相矛盾。No, the mask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vaccine. The mask perhaps helps. Don't forget, a lot of people didn't like the concept of masks initially.
另外，川普证实一个白宫的人员检测新冠病毒是阳性，不过这个人并无甲伊有接触。白宫嘛表示，目前川普的行程并无受到影响。Is this just like flu? Because people die from the flu, and this is very unusual, and it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川普伫疫情的初期，老神在在甲新冠病毒比作流感，甚至讲疫情可能会因为气候变热转来消失。到今美国正做全世界确诊人数上侪的国家。累计死亡的人数要20万人，加上最近川普承认想要转移大家对疫情的注意，和对手拜登是大力的批评。All President had to offer last night, President Trump, was the same weak and feckless inaction, the same lies and empty promises that we've see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路透社甲伊普所16公布上新的民调，有50%的美国选民讲会投给拜登，41%讲会投给川普。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的司法部是宣布讲要起诉5个中国的海客，甲2个马来西亚的生理人，因为因涉嫌伫网络犯罪。美国司法部指控5个中国海客甲2个马来西亚的生理人共谋，涉嫌针对时信游戏公司网络犯罪，透过诈欺摕到游戏当中的物件甲货币，而且佫摕去卖。To steal source code, customer account data, and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Also defrauded video game companies through manipulation of in-game resources to increase their illicitly obtained income. These for-profit criminal activities took place with the tacit approva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3个中国籍的嫌犯，捌伫中国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级经理，涉嫌用网络冒用别人的身份来洗钱。That's a billion-dollar industry. And defrauded them of in-game resources. 2 of the Chinese defendants stand accused with 2 Malaysian defendants of selling those resources on the black market through their illicit websi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 demonstrated history of choosing a different path, that of making China safe for their own cyber criminals, as long as they help with its goals of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tifling freedom. 起诉内底嘛讲到，台湾、香港、美国等10几间杰出的大学，拢有原本受到保护的电脑防入侵。2018年到2020年之间，因伫超过75个服务器当中，看过至少4200份的文件。美国司法部表示，5个中国嫌犯伫中国是逃犯，因为美国甲中国并无引渡条款。2个马来西亚的嫌犯目前已经互抓到啊。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举办年度的颁奖典礼，3个得奖人内底，其中有1个是香港反送中运动这一件代志。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致辞的时，伊是表示讲，这正正就是要表示支持香港的意思。争取民主甲自由，香港2019年发动反送中示威运动，有200万人上街头，用行动传达对港府的不满，必须港府撤回逃犯条例草案。因过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7个实施，剥夺港人的人权，引起国际关心。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年度颁奖典礼选出3位得奖者，其中1个就是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致辞挺香港。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extraordinary outpouring of courage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cowardly government that refuses to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o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guaranteed more than 2 decades ago. And while we watch in horror by what Beijing is doing, we are inspired by the bravery and the courage and the vision of those who are fighting to defend and protect democracy. So you've picked a great group to recognize this year, and I want to thank Freedom House for doing that. 佩洛西讲，若是美国因为商业利益无替中国人权发声，美国会失去伫咧其他所在发声的道德权威性。前香港政治创党主席罗冠聪目前流亡海外代表领奖，伊讲香港怎么伫咧民主价值抗争的第一线，要阻止中国威权的扩张，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角色正重要。So for me, it's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he freedom to combat those injustice in the society and to bring up a better world to the humanity. 港版国安法同时也影响伫香港的外籍人士，惊讲若替香港讲话，可能被指控是外国间谍。德国帝国腓特烈劳曼主义基金会宣布要关闭基金会驻港办事处。另外，伫罗冠聪等民主派人士遭到海外寻求政治庇护了。前香港民间网络发言人张坤阳被指控伫咧律师参加无经过批准的集结罪，进程无出庭。另伊本人证实已经离开香港，也希望外界协助流亡海外的香港人。
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的国务次卿克拉克带团来咱台湾访问，会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卖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对峙礼拜。纽约时报是报讲，这座访问的行程反映出美国政府要加强力头支持台湾对抗中国。日本的首相菅义伟伊的团队开始上任。日本有报纸做民调，显示讲菅瑞高的支持度超过60%，这是比安倍晋三的瑞高伫咧打执政上台的时也搁较悬。法国甲自我隔离的时间是缩短变7天，英国甲爱尔兰是缩短变10天，这些欧洲国家嘛按算要安尼做。不过 WHO 伫今仔日是警告讲，安尼做真危险，因为欧洲的疫情也咧拖，是拖甲真惊人。那嘛考劝各国唔通安尼生。镜头等下过来，咱来关心明年咱政府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不管是大卖场、菜市啊、餐厅、小食的大头啊，拢爱标示猪肉的来源。咱卫福部长陈时中昨早嘛专工去台北的永乐市场看猪肉标示的状况，也毋过有拄着民众当场甲呛声。另外，进前标示的规定的是猪油互漏搞去，食药署即马嘛已经公告讲，猪油嘛爱标示产地，若无上当要罚400万。有啥物困难就爱讲，啥物困难就爱讲，较来想办法。早起11点外，卫福部长陈时中向出现伫咧台北市迪化街永乐市场的猪肉搭是菜肉品产地来源标示的状况。因为明年1月初开始，有来客多半，也就是3百种的美国猪肉特别开放进口。为着降低民众是安尼疑虑，陈时中第一站就选定永乐市场来做标示示范区。讲咱本业用的猪肉，拢是台湾的，即马嘛是咧就咧甲标啦，就是排骨饭嘛是啦，猪骹饭、控肉饭、肉鸡汤、贡丸汤、卤肉饭，这拢是就是啊。陈时中视察迪化街，引起真侪民众来遮看。现场民众表示，有标示会较安心，不过也是有民众疑虑。那么多医生都有讲，为什么他不说好？好，叫他先吃的。电视是可以看的，要买的人也是会买，不会去买的也是不会去买啦。另外，食药署17嘛公告修正山珍甲包装食品的标示规定，也就是讲，除了猪肉，所有猪油制品嘛，拢必须要标示产地。公告是要标嘛，直接使用的或者是直接拿来煎煮的，这些当然都要标。食药署强调讲，猪肉管理是向直接加工的品项来做标示，譬如讲油葱、月饼等等，若是像粽这类的产品，无直接使用猪油的物件，就免特别标示。相关实行的办法，真紧就会公告，嘛会辅导业者要安怎来执行。从明年1月初1开始，猪肉甲猪油产地若是标示不实，相当会当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长郭文哲昨伫市议会闭巡的时，嘛去互问到美国猪肉的代志。国民党的市议员甚至是呼吁郭文哲爱带头创全国大胜，答应讲伫台北市禁止卖美国猪肉。抓猪仔的翁仔包围主席台。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伫市议会开议了后，甲重点放伫美国猪肉的议题，要求市长郭文哲爱表态。多做一份努力，或在法规上面多做一些修正，至少有罚则在里面。如果自治条例有通过，我一定要遵守，这是我们行政部门的义务。如果中央的方法没有办法说服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会采取强硬态度了。郭文哲表示，市议会通过食安治地条例，市府就有义务爱执行。咱若国民党团要求签署的同意书，内底写其决定检出的美国猪肉进入台北市。郭文哲认为讲，若是零检出，就无算是美国猪肉，这个逻辑无通，建议用词爱修改。另外，郭文哲佫讲，若是中央硬要实施，一定会引起民众的怨叹。那你是听中央还是听议会的？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做那个法务局的法务的研究，你知道，这个大概会释宪。这个我也是觉得它政策很矛盾的，进口猪可以，所以市长国产猪不可以，无法理解。源头管理不做，地方政府没有办法追踪跟溯源。如果你硬干的话，这个会激起民怨。另外，有议员关心总统大选的议题，顶日桃园市长郑文灿甲交通部长林佳龙拢互问到敢要参选。郑文灿讲，伊有想过这个问题，也若一直互看做咧准备2024年选战的郭文哲，嘛是市议员关心的焦点。你有没有想过要选2024总统？我是讲过，我不是想，我是直接准备。好，
这个市长您回答超出我的预期。每天做你该做的事，就这样顺的这样走，顺其自然，可以就可以，不行就算了，何必那么在意？郭文地强调讲，要拣出上好的人才，无一定都爱伫民众党内底，嘛建议有想要参选的人，也是爱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22当前，桃园滨镇发生一件杀人烧尸体案件。桃园地方法院昨是头一摆开庭，凶杀害17岁姓林的小女，伊的老爸是要求法官一定要判重刑，才对得起伊死去的查某囝。相片内这位女子就是民国87年伫桃园滨镇被人杀害焚尸17岁在日南非的姓林的小女。桃园地院伫17第一遍开庭，被害者老爸讲，伊敢若这个查某囝，甲嫌犯也无偌深的冤仇，竟然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杀害。甲拍、甲讲、甲弄、甲斩、甲吹死、甲抬死、甲烧死，死了后，我要甲因为嘛因无，尸体嘛找无，要甲捡骨头，要甲震塌嘛无。因为去年有目击者向警方指证，且重新调查这件22年前的无名尸案。检方讲，姓林的小女伫41岁姓潘的查甫人，甲另外3个人经营的槟榔档上班，因惊因食毒的代志被爆出来，把这个查某囡仔抬死，尸体放回收。在生的时阵，就要惨死，死个死无葬身之地。你看我做老爸的人，现在真唔甘愿，我请审判长一定要给人判重刑。我心唔愿，我则对去阮查某囝。我这20几年来小受的痛苦，因敢知？伊嘛有4岁呢。审判的查甫人辩护律师讲，这件案件的追诉权时效已经完成。审判的查甫人也讲，伊无看到杀人的过程，只敢若建议烧尸体。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咧桃园市有一个姓市高中的查甫学生，因为伊的情绪控管有问题，所以常常会对老师甲同学起骹动手。结果有家长看袂落去，竟然是拿电击棍去电这个姓市的学生囡仔，要这个囡仔假死。目前学校正在检讨学校安全的问题。桃园市一间高中有一位读1年的姓市的特教生，情绪管控无啥好。同学家长讲，只要无顺意的意，就会出现情绪反抗。入学以来，几多遍暴力攻击同学甲老师。第10有其他学生的家长入去学校内面，用电击器攻击这个学生。跟家长达成了协议，就是让徐训同学用个别视性课程的方式，先不要到班级，然后抽离出来做课程教学。这样的小朋友还是要被适当的辅导，然后也接受，可是同时间也希望其他同学被受影响的程度能够尽量降低。第二是因为因班有一位包括这个特教生攻击的学生的家长，甲学校的警卫讲是辅导老师。因为进前学校也希望这个特教生的家长会当请亲友来陪伊读书，所以警卫才互伊入去。就伫咧教室边听课时阵，这个特教生情绪过失去控制，老师甲伊带离开教室，家长也提出来，两边就开始冤家。这个特教生互这个家长的电击器电伤，家长是互伊夹着伤。边仔老师甲因讲，双方要互相告伤害。家长会总干事讲，因为特教生的家长无愿意提供陪读亲友的个资，所以学校大门的门禁才有疏失。学校应该要为这个孩子开 IEP 会议，订定个别的教育化计划，然后透过订定这个计划，学校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需要怎么样的协助，不是说有一个亲友进来作为一个处理事情的人力就算了，好像是一个个人的个别的事情。人文教育文教基金会认为，教育本来就应该爱接受无同的差异，唔通因为感觉麻烦或者是有升学的压力，就无重视特教生的教学品质，甚至甲因打败下。接纳这寡特教生是所落来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鼎立国际集团进前的总裁曾尚玉，前几年因为共借钱借超过130亿，被判刑爱关11档。落尾伊是逃走出国，结果伫顶年入境泰国的时，用假护照互掠起来关。即马泰国甲咱台湾两国透过司法合作，甲伊押回来台湾，要继续坐驾。骗那么多钱有什么感觉吗？会不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行出机场的大厅，穿隔离衫、挂护目镜，配合工作人员检疫。伊是前鼎立国际集团的总裁曾尚玉，
涉嫌违法骗到的钱超过130亿，去互最高法院判11年定刑了后，就偷走出去外国。去年为柬埔寨去泰国的时阵，因为提假护照去互撞到，17放送回来台湾。跟泰国的执法机关合作，因此能够确实的掌握了他这个秦祥玉在泰国的行踪，所以这次能够非常的顺利的能够把他遣返回台。真相局为2007年开始，就假用互助会的名义来骗钱。2011年推出欠钱的专案，讲投资50万，就会当1个月领1万外，实际把钱拢入去，公司就跳票。伊阁涉嫌把这个资金摕去投资台湾电影，杀手乌用盆栽，甲艺人吴宗宪经营的公司。另外，伊嘛涉嫌提供资金，祝贺艺人邵勋等等一家人去炒石天科技公司的股票。新商局因为骗钱的案件受到法律的制裁，煞逃走去泰国，因为提假护照，互判刑入监。尾手因为红代谢，才会提早出狱。被泰国的法院判刑确定，然后服刑2年。那本来是要在11月的时候服刑期满，因为这个国王的生日，所以特赦，因此在9月15号，就是前2天服刑完毕。真相局为泰国航遣送回来台湾了后，到桃园国际机场就先做新冠病毒的采检，再搁接受检方实讯讯问，所来直接发假，去看守所的隔离监狱。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今年蒜头起大价，因为当年9月份到11月份是种蒜头的时间，伫云林沿海即马已经有农民开始在种啊。农民嘛表示讲，今年毋拿蒜头贵，要种蒜头的成本嘛变较悬。检方为着要防止有人囤蒜头，目前当得起查。9月份是云林沿海蒜头的种植期，不过今年蒜头的价格大概仅是250块，比去年增加超过1倍。真侪农民是买袂到蒜种，干那用手头有的蒜种，种偌济算偌济。有农民讲，干那要种1分地的蒜头，成本至少要5万块。差不多一半，因为成本的话，去年没那么贵，今年比较贵。对啊，就种的钱的话，跟种子的钱跟那个工人不算的话，就种子的钱可能就要4、5万。云林蒜农是表示讲，要种1分地的蒜头，超爱200到250台斤的蒜种，佮加上压肥、管理，佮有工钱。烦恼讲未来采收会了本，干那会当种较少，也是种其他的作物。为着要让蒜头的价格较稳定，云林地检署邀请公平会、调查站、管府农业处做伙来研商，定出全面稽查、重点侦查的原则，来共同会商，那检讨我们前几波的那个行政稽查的情形，那就相关的不愿意配合或者有隐匿的那个厂商来进行那个后续的侦办动作。云林地检署表示讲，目前县内进行3个行政稽查，包括好买、馆长、启动、理论，当时5个乡镇，总共9个所在超450栋的蒜头，而且会甲厂商提供的进销货单提转去了解，安尼敢有违法？嘛含农政单位建立联络的方式，拒绝任何农产品封压介绍，维护个人的消费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水关村有民众向警方报案，讲因厝内底人甲这野生的香菇送互人，毋过去找资料发现讲这香菇哪亲像是有毒，好佳在路尾警方阻挡，无甲这毒的香菇加入报道底。现在是说赶快找到吴某这个人，不要吃这个东西，不要吃他这个东西。还有谁有拿吗？没有，你看他这个误食。我就讨论，你这有留哈。报案的人雄雄公公讲，厝内底人将野菇送互路人经过，惊万一步导人被毒死。关键听完这形容替毒菇传遍的面貌，认出是姓齐的查甫人，附加在警车赶到位，毒菇也无被加入巴肚。在确认该位村民的住处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所幸经检视毒菇尚未起锅。在场无人误食，成功拦阻了意外的发生。不过，互人着急的是，这名姓齐的查甫人，佫将野菇分送给另外一名姓蒋的朋友，好佳在经过厝边提醒，这拢是毒菇。姓蒋的查甫人则将煮汤的毒菇倒掉，幸运躲过一劫。还好是隔壁，那个是毒菇。隔壁就跟我讲你那个，我拿一块给他们看，这个不是香菇，我要喝汤，给老爸一起去吃。
其实使用一个火板条的青筋菇，常常被误认是用食的鸡巴丝菇，因为两个外形甲色水拢真像，毋过若是误食，青筋菇可能出现热吐、腹肚痛、放血、脱水者长为中度的症状。肌肉丝菇它比较偏白，然后你讲那一种那个绿折菇，它偏一点米白色。那绿折菇它上面会有一些粉状型的东西。专家提醒，一般毒菇色水真鲜艳，受损或者是煮过了后会变色，纤维较粗、较袂长。就算小可有变色毒菇的能力，也上好唔通伫野外慢菇来食，才袂发生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若想要挖进古水的路啊，相信会使去台南的嘉义漳州社区，因为这有咱全台湾上大片的落甲场。细只的鹿仔会互人牵咧散步，嘛会当饲水饲奶，拢袂惊车昏，实在介高水。牵着它走路，然后去跟它做一些互动，这样，所以它来的时候，它就不会陌生了。鹿仔已经是嘉义漳州社区的大名称，其实这以早每一户拢有饲鹿仔，到打变成大型的鹿场。即马这个小社区鹿仔比人较侪，遮的鹿仔自细汉就甲人亲近，煞变成社区小旅行的特色。台湾有原生种的一个梅花鹿跟水鹿，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区块上，像看奈良啊，看到那个马祖啦那边以后大家就想做。因为即马国民旅游兴旺，漳州即阵的活动嘛足抢市，嘛足侪鹿仔的产品，真侪其他社区来探寻，嘛想要饲鹿仔。社区结合观光，甲本地是传统产业的鹿仔开拓更加侪路。记者综合报道。伫今年8月底翻新才开幕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是一间予50年大树包围的图书馆，做伙来去遐看册、学知识，嘛感受大自然。大片的玻璃，看会到天地的广阔，也感受会到日头光照入来的温暖。这座起伫咧屏东青溪公园的屏东县立图书馆，8月底规个翻新，即马图书馆也要满足多项需求和年岁的读者。1楼其实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家，2楼就是一般的我们以往的一般的这个图书的空间，在3楼的部分是以青少年的这一种习惯跟他们的一个特质去打造他们属于他们青少年的空间哦。它不用一本一本放，它可以5本一起放。会晓自动行车的机台，24小时拢无停困，会当一届替民众行几本册，真声人目。图书馆内底也有4室的演艺厅，和35年排湾的石房厝，要互读者不管行到倒，拢有恬静的所在会当读书。即阵因为馆内楼地板面积增加，空间变宽，图书馆的馆藏对原本的13万本册增加到40万本，馆内座位也有500席。一进来的一个书香气息，我相信这个书香扑鼻这个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屏东县政府希望这间起伫咧公园内底，经过2年改建的图书馆，会当互民众暂时放下3C 电子产品，散步过时就来遮和大自然做阵阅读。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家人。家人和平岛伫2冬前发现西班牙教堂，考古团队发现这个400冬前的遗址，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历史，地方政府甲大学合作，即马透过体验技术的方式，要让民众挖进考古。这片看起来正普通的土堆，其实是400年前西班牙人伫贵人区的主圣教堂。贵人市文化局2018年委托清华大学的团队，伫和平岛做考古研究，和本来只敢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怎么会当亲目睭看到？我骨的所在就是踮咧咱的和平一路的停车场，就是咱即马台船的停车场。即马现场就是有现场的遗迹保留，另外就是在旧年时阵的咱和一路遮嘛有3个考古坑内底有掘，毋过即摆已经回填起来啊，安尼。贵人唔但是有特殊的地形景观，也有正珍贵的历史资产。贵人市文化局希望用艺术推广的方式，让民众直接去接触这款考古成果。时间是对9月19号到11月1号，拢踮咧咱的
和平岛家来做展示，啊，主要的展示地点就是咱的合一路以及的现场，来看新澳这个货柜屋都是主要的展示中心。啊，另外我们也有导览哈，带大家民众呢到我们平一路的现场去看我们现地保留的考古坑。展示中心在这边呢，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些资讯啊，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有透过图片，然后透过这个3D 列印的这个立体地图，好，然后我们也复制了这些重要的这些文物，然后在这个展示中心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呈现。那另外我们也设计了常态的工作坊，让小朋友可以在这边透过有点像立体拼图的方式，然后一边玩，然后一边理解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一寡挖出来珍贵文物，证明贵人伫咧大航海时代有正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么丰富的考古成果，伫所落来国外家已经一系列的艺术体验方式，互民众经历和平岛的历史现场。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去高雄。高雄在地的台湾剧团今年底要演出台湾的民间故事《好鼻屎》，这是剧团头一摆用全台语搬囡仔出。什么是好鼻屎呢？咱做伙来了解。你吼就带我去甲你的宝剑编出来。好，跟我行。请。用片仔会使皮出宝剑，台湾民间流传的好鼻屎故事，即马改编演出，这是高雄台湾剧团今年的新戏，因头一摆全部用台语。播歌戏还是播啥？妈妈他们在说什么？就完全听不懂。我想说，哇，好可惜哦。这位演员其实是客人，伊唔拿客话讲甲写叫，台语嘛会通。其实剧团大部分的时间是华语表演囡仔戏，之前嘛捌用台语搬戏，毋过发现足侪囡仔听无。我去广州的时阵，我惊一条，因为大人拢讲粤语哦，讲大人讲粤语就无打紧，囡仔嘛讲粤语，然后讲甲写叫，转来台湾了，我感觉咱的囡仔咧台语愈来愈袂练。团长嘛发现家己的后生伫幼稚园学台语学了真好，理解环境对囡仔学母语真重要。决心即摆要用台语改编好鼻屎搬戏，互囡仔看。为着发音标准，演员拢真认真学。古早时阵的戏，所以有当时有一寡事嘛，是爱去找迄教育部的迄词典去查，譬如讲高利贷，去查个放荡来。有开啉滚水北地美地啊！你是会拖。剧团今年初嘛拍足侪好鼻屎甲台语的影片，因为迄当阵防疫期间完全无观众，这出戏不断促销延后。用这个俚语讲一个短的故事、趣味的故事，观众囡仔看了就知影原来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一个前导活动。团长讲拍影片一方面是宣传新戏，嘛是互演员练功。经了半冬，好佳在即马会当顺利伫咱台湾巡回演出，搬戏予台湾囡仔看。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世界真心实，人类是追求伟大的梦想，愈大就愈有伴。啊，毋过嘛有人追求细细项仔，愈细愈有成就感。伫俄罗斯有一个介意迷你模型的艺术家，利用回收的纸箱仔做出细细间仔的厝，厝内有装潢、有灯光、有设计，袂输真的同款。伫即间细间厝内面有正清气的桌仔、灶骹，电火灯光也正柔和，用餐的气氛正舒适。厨仔内的杯仔、盘仔也拢正水。二楼房间的面床顶有红仔，涂到有囡仔耍的车。甲边的落地门拍开，就当去外口吸一下空气。虽然是迷你的模型厝，会当住伫内面一定正赞。Манная могла сыграть роль диванчика, какая-то крышечка от банки. Уже журнальный столик был, какая-то там баночка или флакончик,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каким-то там арт-объектом, или же в коробочке из-под духов, там шкафчик или холодильник. Все это собиралось, строилось. Мне нравилось сидеть так подолгу, смотреть, мечтать, как бы я стал маленьким и походить по этим интерьерам. 巴拉社府是修理公车的机电工，所以对细间厝内面的电力配置正熟。
伊也正到用各种的简单的材料，譬如讲纸浆、碎茶，搭伫咧模型做画饼，看起来就敢若是动画故事里面的厝。 Вы делаете там идеально все выверено, по-любому там где-то будет перекос, там будет это видно. Так вот он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вот образ. 巴拿社会的作品受到邀请去参加展览，展览会场也看到越南料理的模型，像越南粿仔条加越南式的法国面包，拢差不多一个重心啊，这么大尔。这是越南一位建筑系学生黄浩安用黏土做的迷你模型，虽然袂当食，也过看到人拢比赞。 Nó có những cái gân hanh hay là có những cái đồ cong hay là đồ kiểu uốn của nó thì mình nghĩ là mỗi cái nó lại có một cái khó riêng. 一年前，伊发现越南的料理伫咧国际正流行，敢若用看的就互人喙暖一直数，所以就决定要做迷你模型，互更加侪人认识越南的美食文化。以后也阁打算要做伫咧驻华餐厅正受欢迎的咖比加秘鲁。记者综合报道。 东非的国家乌干达，咖啡的产量是全非洲排第2，敢若输伊索比亚。也毋过乌干达不受英国的殖民，所以因较介意啉茶，茶则是因主要饮料。啊，毋过即几冬有咧改变，咖啡已经愈来愈兴，愈来愈时行，所以即阵咖啡馆嘛愈来愈侪。 咖啡师用手冲咖啡的技术，互人可以看甲神。不比英国殖民的关系，东非国家乌干达一向啉茶人较侪。也毋过这几年，首都坎帕拉市区的咖啡厅一间开，咖啡文化当渐渐进入当地民众的生活。 I love coffee because it helps me like when I have to do something for late hours. We see a lot of people exporting coffee from Uganda because people don't take coffee. But as we baristas who have trained, we are here to inspire people, make the good products for the people. 乌干达的咖啡产量在非洲国家中只输伊索比亚，伊索比亚超过5成拢是自销。 也毋过乌干达自销比例却只占3%。根据乌干达咖啡发展协会，目前有50万人种咖啡。今年5月，政府报告指出，2018到2019年的咖啡出口额成长18%，来到4.2亿美金，大约是123亿台票。2015到2016年出口额大约只有102亿台票。 Traditional coffee in Uganda was regarded as a white man's product and also a rich man's product at the same time. 乌干达4600万人口中，无满30岁少年人占约近8成。有业者发现，少年世代接受咖啡的比例较悬。 正前伫美国受训的咖啡师凯塔巴奇看到商机，回国了后创业，也引进东部阿尔贡山乌干达主产的阿拉比卡精品豆，也佮训练后一代咖啡师。凯塔巴奇鼓励少年人学成了后，会当为开设细间的咖啡店开始创业，因为限制较低，也对传达咖啡文化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奥地利有一个极限运动的选手，伊唔惊寒，伊浸伫双仔港内底浸2点半钟，成功挑战世界纪录。啊，那伊赢的唔是别人，是伊家己进前写落来记录。 做手向特别做的透明的柜仔，倒入去真侪变高，内底徛一个除了游泳裤以外，啥物拢无穿的查甫人。奥地利梅尔克丁当地时间初5举办一项特殊的挑战。42岁极限运动员科博尔，家己关伫200多公斤的变高内底，看会当冻偌久。 Es geht, ich ziehe da ein bisschen, aber das ist sehr normal. Aber ich bin noch ganz stark drauf und habe jetzt noch nicht wirklich stark konzentrieren müssen. Also ja, es kann jetzt schon noch kommen, aber bin guter Dinge. 就算东港出日头，科博尔也是挡袂掉伫4准，这毋是头一届进行极限冰人的挑战。去年伫咧冰内底点2点钟8分47秒，超过世界纪录。今年是真有信心要过来创造传奇，啊，毋过为着安全，边仔已经有救护车伫咧等待。这个特别挑战嘛，请真侪民众来看。Also ich bewundere seinen Willen, diese Sache durchzudrücken. Und wünsche ihm alles Gute, dass ihm sein Weltrekord gelingt. 总共2点半钟了后，科博结束挑战，现场大家拢伫拍谱啊，伊落尾以2点钟30分57秒，总共加买22分钟的时间，拍破家己所创下的纪录。 Ja, die Sonne fühlt sich echt gut an jetzt da am Rücken. Das ist echt angenehm.
科博离开边角了，一直化工踮伫内底，真正是足寒的。啊，毋过伊尾仔穿起来了，就随地结冰，嘛引起现场媒体一直翕相。随风关到死阵，啊，毋过科博讲，明年要去美国洛杉矶佮挑战一届，希望逐年拢会当破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好，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注意啦。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做穡漢字寫做做穡，羅馬字寫做知而做，思而穡，做甲穡攏是第4條。台湾早前是農業社會，大部分的人攏靠種田維持生活。唔知大家平常時啊，定有真濟甲種作有關係嘅代志。即馬時代改變啊，這個台灣傳統技藝已經離住佇都市嘅人有略略啊較遠啊。哦，這個真嘅哦。哦，謝。在台灣的傳統社會，牛是民眾上重要的工課伴。農業社會，牛甲人相依相偎，所以台灣的老輩真濟人無食牛。即馬牛肉麵、牛排這個料理，在台灣的時行，攏是較後來才有的代誌。有一寡台語詞是農業時代留落來的，即馬雖然有原有咧講，不過意思已經小可無同。親像小放伴，本地是咧講吼，要捕田也是鬥掛稻仔的時，住附近的人互相輪流去對方的田林鬥下手，即馬變做互相幫忙的意思。還有穡頭，因為是咧講農事的工課，即馬用來稱呼所有的工課。像我即馬穡頭做袂了，又搁愛加班啦。甲做穡有關係俗語真濟，親像無貴袂出水，是咧講捕田的時陣愛記咧。來比如講吼，做任何工課，攏着先付出，才會有成果。也有一粒米100粒汗，形容做穡的成果。丟做穡，工課伴，小放伴，穡頭，無貴袂出水，
一粒米百粒汗。做事人实在真辛苦，咱就爱珍惜送来到咱面头前的食米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